身为一个全台走透透、深入体验在地客庄文化的背包客，今天来到内湾，听说这里有一群人正在延续当年早期新竹客家妇女盛行的裁缝工艺。前方有一间红砖墙盖的房屋，我前来去一探究竟。因为其实我们早期台湾都是代工业比较多，所以妈妈们都会在家里代工。后来因为机器开始发达，这种代工的渐渐没有，而且有很多妈妈因为这样子而失业。这个传统脚踩针车是当时就在使用的，那它中间已经被落差一段时间，那我们把它收刮回来，然后重新使用这个脚踩针车来做新的东西。就像我们的空间一样，我们的空间里面有一个空瓦屋，以前是压寮，然后我们把这个空间改建成现在的工作室，那也跟我们的理念一样，就是妈妈们跟年轻的人一起，那就是旧空间跟新的想法加在一起这样子，将旧时空间和传统脚踩针车赋予新的生命。尤罗西给雅纯新的灵感，让裁缝工艺变化出新的创意结合。传统的脚踩针车，它没有办法做的每个东西一模一样，所以呢，我们就把尤罗西的石头这个概念放进包包里面。因为其实就像是石头，它在一个很大颗的样子，一直经过水流滚动之后，越来越圆滑，越来越漂亮，就像妈妈们的经历一样，就是从一个淬炼过的生命到现在这么圆滑，然后每一个造型又不一样。雅纯认为客家文化重点是回归到土地与人身上，就如同石头包，透过社区妈妈们经验丰富的缝纫技术，加上尤罗西的共同记忆，这些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就成为作品上的印象与印记。我刚刚在前面有看到这个缝纫机啊，我觉得它很特别，是它不用插电。对，这是50、60年的车子了。这个是在30年代开始的时候，阿嬷呢，他们结婚的时候就嫁妆一定要跟着一副裁缝车，因为以前的人要缝缝补补啊，所以没有这个裁缝车真的是嫁不出去。你只要坐到裁缝车，到老都有工作。社区妈妈不忍心让缝纫技艺从此消失，用手心的温度传承裁缝工艺，一针一线裁出生活感动的针车故事。